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！救命！上头认罪！上头认罪！上头认罪！沙僧日记。燃烧吧，霹雳海中海！长治2年6月1日，师傅说，如果不出家，现在他儿子该会打酱油了。是啊，如果不被贬，我儿子也该长胡子了吧？哎呀，这龙太子就是不一样哈！变这个车太炫酷了。哎呀，还有推背杆呢！师傅行吗？这推背杆行。我先把安全带系。哎呀，咋的了？驱动还不好吗？不能啊，这都4驱的。说的好好呢。我们给他加油。好啊，好啊。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。我忍了这么久了，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，爆发吧！大师兄的功夫果然还是不错嘛。你也下去吧。没事，师傅你怎么样？算你狠！你给我下去！好啊！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，悟净？下为师一跳。小白辛苦啊！小白辛苦！小白铁血真汉子啊！哎呀，铁血你个花果山！没你不行的。大肥猪要是没你还不错。该往哪儿走了？你不是早上说要迎着朝阳出发吗？朝阳是东边啊，你是不是傻？现在怎么走？那边是东，这边不就是？师傅，我有办法。那边。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姐，为师有没有说过呀？我们出家人做事要谨慎。我们来一个3局2胜，再扔1局。你看那边。那边。走。哎，师傅，要我说，咱们来一5局。哎，那边是东对吧？那边就是西。哎，扯着事实胜于雄辩呢。对呀，那边就是西。事实啊，这是。那边不东，那边。听见没有？有声。听见没有？人家说了吧，这边就是西吧？白辛苦啊！是谁说的？师傅，我是被老拐子拐到这儿的，快救救我，快救救我呀！那我来救你。师傅，这事儿不对劲儿啊！我看他肚子里有一团火气，他绝对是妖怪。你是妖怪不？我还是个孩子呀。悟空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的小孩子吃的都好，上点火是应该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师傅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和老拐子把孩子拐卖到这儿呢？你看一个人都没有吗？发票，要吗？发票。我不。悟净，你看，多热闹啊！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叔叔来救你。不管他是不是骗人的，让我试试总可以吧？好吧。小朋友，怪叔叔给你一颗棒棒糖，好不好呀？我不要，为什么？妈妈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。师傅，哪个熊孩子会这么听妈妈话？你告诉我。吓到小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这么乖呀？因为，我是个孩子呀。真乖，叔叔救你啊！哎，师傅，我试试啊。我试试。我给你出道题啊。
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总共几个猴？3个或9个？不是2个和8个吗？第一种，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你3个猴。第二种，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你9个猴。回答完毕。师傅，哪有一个小孩有这种智商呢？你吓到小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？因为我还是个孩子呀。真乖，真乖，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来，我给你送吧。哎，师傅，先让下。小孩啊，微观粒子和佛法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，看你怎么办。佛就有云，一粒沙中有3000大千世界。佛门中的人喝的水都是过滤网过滤过的，因为佛观一碗水有48000重，这跟夸克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说，佛法和科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。小朋友啊，为什么你的知识储备这么多呢？因为我是个孩子呀。真乖，叔叔帮你送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啊。长相啊，哎，多刷，多刷，反面来。走。世界一下变得好清静啊！哎，大师兄，咱应该救师傅去了吧？好，再来点蒜蓉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二师兄，咱们该救师傅去了啊！哎，行，哎，你嫩点老点。嫩点。要我说呀，师傅就让人操心，知道吗？光为摘这紧箍咒，我还不如直接去打怪呢。导航搜索妖怪，哪儿多我奔哪儿去。我这999妖怪，算一下啊，15个工作日我肯定能杀光。可是你这一杀够，这紧箍咒啪一摊开。你们去巡山吧。哎，小朋友，叔叔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为什么那么聪明呢？你为什么知识储备那么多呢？啊，还有就是，你为什么把叔叔带到这里来呀？因为我准备了一个绝世的大 party， 特别邀请你参加。真乖，叔叔真喜欢。哎，你不要动手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叔叔来呢？因为你是大唐的高僧，没有你不成酒席。这个事儿应该和徒儿们一起分享啊！我把他们叫过来。哎，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咱们应该去救师傅了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走啊！你看这甭会儿，你看他，你不是那万一师傅现在要是被人家老沙，你老着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紧箍咒什么时候疼了，那就是师傅需要咱们了，知道不？你老着急，师傅的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哎呦我去！等会儿啊，信号不好，我找找信号啊。往右走一步，肯定不在那边。你走一步试试。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找到师傅没有？不是，他现在不念了，停了。啊！是啊，这眼瞅到洞口了，找不着位置了。你找徒弟问问。徒弟啊，可以，我看。快！哎，徒弟老儿，哎，莫要再叫老儿啊，当胜。公公你好。哎，也不要叫公公啊，元帅。我的徒弟老儿。
还是叫公公上好。腿老儿，问你个事儿啊。哎，我师傅被妖怪拐跑了，你知道那妖怪下落不？就是洞口的位置搁哪儿呢？哎，大圣，小神这儿有一副卷轴，大圣一看便知。牛魔王加铁扇公主等于红孩儿。你哦什么哦？什么？你看懂了吗？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看明白你哦。大圣懂否？啥呀？哎，小神跟你说呀，这红孩儿乃是身世显赫，其父亲是牛魔王，祖父是牛臂大王，母亲是铁扇公主，姥姥是电扇太后。尤其是这牛魔王家中有6处房产，均过亿呀！而且他还包养了一个小狐狸精，这小狐狸年轻人看上去心跳加速，老年人看上去直哆嗦。这土地让尿教出毛病来了。好菜都让猪拱了，不是；好菜都让牛拱，不是。我没拱着。shit！ 大师兄，红孩儿的老爸不是牛魔王吗？你不是跟牛魔王拜过把子吗？大师兄，怎么了呀？结婚他都不告诉我，结婚都没找我呀。这么想，你省了一份礼钱，钱省钱。省钱。哎，真是抠门到家。哎呦我天哪！哎，感觉了，有了！快点的，快点的！哼，你孙子在此，孙爷爷在此，你爸爸在此。叔在此。我告诉你啊，大侄子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跟你废话了，赶紧把我师傅放出来，不然我就真缩了你了啊！你既然说我们是一家人了，那我爹娘结婚，你为啥不随份子钱？爹妈结婚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。放屁！我跟我爹去的，压根儿就没看见你。你怎么留在那儿了？我怎么就不能去了？哎，不要再问了，问多了也是心病。少废话，今儿个我就把爹娘请来尝尝这唐僧肉，上豆水。瞧瞧我的厉害！我跟我来！哎，八戒啊！八戒，你住！八戒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二师兄，怎么了？二师兄！哎呀，你哭有啥用啊？救他呀！哎，我来吧。哎，大师兄在干嘛？掐人中啊！那是人中吗？那是猪鞭呐！我量过了，这就是人中，人的中间就是人中。二师兄，你醒了？醒了，你看，你可掐得我的一劲儿，简直是爽死不是，疼死我了！对，想要就有火烧我，烧我。大师兄，红孩儿用火，我觉得可以用水来对付他。那，今天我们玩一个叫“谁都不许动”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游戏啊，就是谁都不许动。都给我出去巡山去！去！不，哎，唐僧，没让你去。是不是你动了我床单？是呀，你是不是尿炕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玩火从来不尿炕。得了吧你！你看那床单都让你尿成什么样了？哎，你小屁屁没事吧？你干嘛？害羞了。床单我都给你洗好了，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在柔软芳香的床单上喽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呗。啊？反正呢，你管不着。我怎么管不着了？
我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。我什么不懂呀？我懂得特别多，说不定能帮助你呢。告诉我吧，好不好？我爸妈分居了。那这是由于家庭问题产生的青少年心理阴影啊。怪不得你像个小大人似的呢。我想请我爸妈过来吃顿饭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你真孝顺。可是，我爸现在住在小三玉面狐狸的洞里。啊？你爸有外遇了？啊。那你更应该让你爸你妈来了。可问题是，我让我爸我妈来，那玉面狐狸一听有这么美味的盛宴，玉面狐狸肯定得跟我爸过来呀。到时候跟我妈一见面，那肯定要打起来。哼，我最恨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了。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报告大王，那个毛脸和尚又来了。毛脸和尚，谁呀？Hello Kitty 啊？他还敢来？这次他带来个帮手。什么人？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。我问他是谁，小龙人儿，我的偶像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看这孩子，多开心呢！熊孩子会法术，猪头他们也挡不住。玉皇 Daddy， 你为唐僧师徒取经的事儿已经操劳过度，嗨，是该放松放松啦。我说太白金星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净想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真的把朕当成昏君不成吗？啊！除了他，都给我叫来。不是操劳过度。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，最重要的财富不是金钱，而是青春。所以我要把有限的财富变成无限的青春。变！你这一堆垃圾有什么用啊？喂，哼，你懂吗？这可是名牌。呀，这是败家老娘们儿。哎呀，静静，其实你也很棒嘛，又能够美化自己，还能够拉动内需啊，让男人赚钱的时候更有动力。行了，2人比